假設俾你一筆錢，你會選擇今日收到800蚊，定係等1年後收到1000蚊？今日收800蚊？根據研究，好多人會選擇即時收取800蚊。呢個理論叫雙曲貼現，即係指人會受到及時行樂嘅心理偏誤，而影響佢所做嘅決定。驟眼睇，等成年先多個少少錢，唔值得等，寧願即時收錢使咗佢好過啦。但係如果你心水清計一計，1年後收1000蚊，比而家收800蚊，當係一項投資啊，每一年嘅回報率係25%，非常之高。睇翻我哋供緊嘅強積金，同樣都係需要我哋多少少耐性，減少做出非理性決定嘅機會。秘訣就係建立機制去照顧將來嘅自己，早啲開始，一點一滴累積退休儲蓄，每個月一出糧就供，定期定額咁滾存增值，用嚟照顧將來嘅自己。第時你退休嗰陣就知，咁樣先至係明智嘅決定。